来啦，恁三个真牛吼，嘿，猪仔车变去了，嘿，恁三个搁跳出来，好佳哉，搁拢无代志。今仔日啊，你甲我一下交代，啊，若无我无放恁煞。毋是啊，头家啊，你爱想好呢。迄是加在阮三个拢按整手过来跳走呢，啊放猪仔车怎有变落？啊，阮三个若假使讲今日发生代志，你原来有代志呢，毋是讲？对啊。你对啥？拢嘛你？安怎啦？我代无钱，捌看到猪走路嘛，捌看到猪仔伫咧放屎。总无掠到猪尔，走去甲拖拉裤面顶，甲猪仔耍甲叽叽叫，害我想讲发生什么代志咧？这外过看，这无注意，喊到就失手放掉，人跳出来，毋知车变过。无说，你话我说，我拢先算的啦。恁三个吼，也免多火，也免多吵啦。总是车发生车祸，一定毋是故意的。但是我30只猪仔硬走去啊，今晚你甲我处理好势。哎，稍等咧，头家啊，嘿，哪有我30只？哎，我有掠2只倒转来哦。啊？来，你有掠2只转来？对啊。啊，2只是活还是死的？你讲？哎，歹势，有车第4个。第4个，你有够瘾头咧！咱阮大舅体格就知道掠活哦，一定是。你想，我跟你讲哦，活猪仔走去，你甲掠袂转来，2只死的。迄2只死的猪太太的，迄肉啥要食，你才甲你赶转去攞。本来都好好，人我一抓抓10只。啊，今日恁2个来，我想讲加互恁趁者所费啊，加掠10只，拄到20只。你都毋是啦，都偏偏啊掠30只。嘿嘿，你哦，我感觉你算算安怎算的？你一辆车掠10只，啊，搁加阮2个兄弟啊斗起来都拢总30只啦，哈，够推啊！你才推啦，我推。我就想讲做恁2兄弟来，毋才想讲要互恁趁者所费，啊，就是为着你出来注意啦，今日迄10只才超载啦，才警车啦。哎，酒桶啊，小拜托一下哈。嘿。加迄10只，加赚的工钱，你嘛通好分了。好啦，即马反正猪仔都已经走去啊，掠袂转来啦。上主要是我今仔猪病无同交人，一只要罚3000啦。哎，这个你好。头家，嘿，迄猪病啦，交袂出去吼，是一只要罚3000，无毋对啦。啊是讲吼，咱这讲实在的啦，迄拢总30只啦，迄9万块，阮下来阮会支你啦。9万块你要支你啦吼，9万块算赔偿的啦。但是我的本钱15万，拢总斗24万，24万迄个时阵的尔，3工内你也超我，啊若无咱才来法院我告你，有听的吼？错，我24万呢24万呢？24万呢？24万呢？24万，看我要甲阮某仔交代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恁2个甲我来阮兜，好好甲我无解说。好啦。吼，讲甲恁这2个，人我讲阮倒的安尼掠猪掠遐久，都毋捌发生啥物差错。啊，你咱即届讲阮倒的去，都爱发生遮尔济代志哈？啊，我搁赔24万，讲甲恁这2个帮败吼，影吼。哦，我是咧24万啊。安某的，迄帮派是帮太师因小弟啊。你讲啥物啦？好啦，多嫂啊，莫生气啦，啊，代志就发生啊，对毋对？阮兄弟小人想办法嘛。对啦。来，滚啦，行来转。当然，啊，你就是要选咯。哪有想要选啦？你就知影吼，迄翠姨啊吼，迄金仔甲迄船少啊，已经摕倒转来。我是借迄金仔甲船少互咱兑现金啦。好啦，我甲你讲哦，你都要履有哦，若无我是袂了解你哦。我知啦。对。行来转。好。危险哦！这2兄弟啊足奸诈，一个卑鄙，一个搁干挑哦。嘿，我看凡是甲我起到地吼，因算细厝起来，包好按的，怎啊转去装卡？是吼。对，紧倒来后壁去。哎呀，你看，为着咱吼，搁发生代志啊，人对方要计赔你24万了。我知影，我早就拢准备好啊。总经理，来知是。安尼其他一切我来去办。好啊啦，你嘛较歹托的，莫安尼甲我扣西扣旺的啦。要生目睭嘛，毋捌看到一个查甫人讲安尼才爱扣。恁若才爱扣吼，啊无安尼啦，规气我就甲恁引去殡仪馆了，互你去做五子扣旺哦，你规气去扣一扣有咧。不是安尼讲嘛，查甫囝男子汉大丈夫，安尼踮咧房间仔内闭起咧哭，算啥物查甫囝？出来啦！有啥代志出来讲，讲的若讲应该都无扣，袂解决的，要扣才搁入去扣啦。我告诉你名字啦，谁叫你钱我爱借啊？爱
爱哭几口，你去哭几口。唔袂不爱插。阿娇，你来哦。你甲听看嘛，因两个兄弟啊啦，毕竟房间啊来哭，嘛什么声调？是安怎？我哪会知啦？啊，都安尼一日问也无讲圆，也无讲直啦。讲啥物叫我着钱借伊啦，若无讲叫我搁讨转来遐金仔，着爱借伊转啦。啊，我着无爱插伊，啊，讲安尼入去房间关咧哭到怎啊？迄拢袂掂呢。我来就好。无效啦。阿俊啊，莫哭啦，有啥物代志出来解决啦？我哪有哭？哦，啊若吵遮济哈，啊记者毋袂安尼叫到要无声气哦，安尼高声伊出来毋出来，啊叫干那叫一句，安尼随时拼出来。当然嘛差济，人伊声加偌幼咧。哦，你敢会记？我讲啦，莫烦恼啦，钱的代志吼，会晓甲伊按啊，慢慢仔才害嘛。啊，慢慢仔害哦，倒是要哪害？那翠姨啦，现金嘛毋借阮啦，金仔也毋借阮来去转啦。当然你行咧规世人，而且对我有讲呢，3工后要发你见面呢，我会哭。你钱少无哈？啊，少无？四分的啊！你甲我讲要攞钱哦，你等你即摆要怎？好啦，莫生气啦，对毋对？真正若无法度吼，我搁转来庄口拼餐园嘛。莫来这套，几若集前就搬过啊！每一个观众朋友，大家嘛知影，等恁兜迄一块网仔布地，一块公园园地，迄全无啦。倒一档啊，吼，你著走来遮，无怪我恁兜咧找无人。头家啊，阮都当听我袂有咧，声援烦安者啦。毋是啦，阮吼算讲善食人，也歹势啊嘿。啊，怎么安尼？你对阮兜去看到批桶有批广过来，摕位遮来啦？毋是，这是30只猪，24万的收据。收。啊，阮钱都还袂互你，你哪会收据要互阮？有啊，有人替咱了啊。啊？有人替咱入了？到底啥物人？你看嘛，来底啦。吼，倒姓李修，奇怪诶，有人替咱入了，内底有写甲足明诶，伊迄支票200万啊！啊？